过去呢，这个窄港社区呢，它会积淹水，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边的社区的一些抽排水的能力不足。那因此，我们在这一次，我们透过内政部营建署争取了5300万元的一个经费，来办理了191米的一个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新建。那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个3.6 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抽水站体的设置完成之后呢，将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积淹水的问题也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改善。阮这是因为823水灾了后啦吼。互阮饮水哦，因这百姓是足痛苦的。有这个抽水站了，阮感觉讲应该来吼，会改善到阮饮水的痛苦。地方哦，一寡生命财产可能会较有保障啊。因为阮听讲哦，这是低洼地区啦，平了做大水就大家拢饮水啦吼。经过阮的努力安尼吼，争取安尼市府这个都种100边的引水源。都要地标较紧，都要做较今年，都要安尼好。相信哦，对阮的这百姓吼，财产生命真重要啦。可能会改善足多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学甲区在集水溪以北的社区属于易淹水地区，如窄港、西平寮及学甲寮。每逢短时强降雨，加上地势东高西低，积水无法正常排放，就会导致聚落淹水的情形相当严重。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投入5300万的治水预算，将窄港抽水站抽水量提升，并增设雨水箱涵，把保护标的拓展至全聚落，大幅提高社区防洪抗洪的能力。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对于学甲来讲，北学甲是往这个集水溪，南学甲是往将军溪，两边来排洪。那所以说，两边的水系虽然一个学甲，但两边的水系是不一样的。那这边是在北学甲，所以能够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或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能够赶快把这个水赶快排掉，那很重要。那尤其当集水溪的水位升高的时候，那应该要把水闸门关起来。水闸门关起来，内水就无法排出去了。那所以说借着这个宅子港、铁亚港的抽水站，赶快把内水抽掉，那就避免我们这个社区来积水。因此呢，这个抽水站是很必要的。那能够有这个3.6 CMS 的这个抽水量，也就是每秒钟能够抽掉3.6吨的水。那这样子对于社区防洪有很大积极正面的帮助，也对于这个水患的减少或甚至于消除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说，铁亚港抽水站、宅子港抽水站完成之后，这个地方能够民众能够永保安康。你好，是顾永基，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今年是台港建政200档，安南区人口数也将突破20万人。为着迎接这个历史的一刻，安南区公所举办庆祝第20万台港人诞生活动，在地企业甲机关热烈响应地方盛事。刚好建庄200年也刚好20万人口的来临。今年的人口数达到199,778，在220个人就达到20万人那么过去3个月的统计，每个月大概都可以达到300人的一个户口的成长。那非常荣幸大家能够共同来见证阿南区20万人口的一个诞生这几天来，除了市政加速建设3座工业区甲2座科工区设立，提供民众吃头路的机会，400公顷的优质环境，也让外地人愿意移居安南区。咱安南区的这个资源，会使讲非常的丰富。拄局长讲的这是产田变黄金啦。其实上，因为地方的这个开发造成足侪的这个好业人
非常也欢喜会当见证到这个历史上的一刻。咱安南区，伫我做囡仔的时阵，我是30当前，安南区叫做啥？讲草地，就爱过到盐水溪仔桥过，到文联过，迄算市来。即摆毋是，较早叫做台南市安南区，即摆安南区即摆叫做安南市。自今年5月开始，台南市府将举办一连串庆祝台港建政200周的活动，加上海尾调风局也将举行建桥大典，到阵来见证这个地方盛事。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在轻松热情的环境之下，由台南市立图书馆规划的百年老店展览正式开展。这摆邀请到台南5间上知名的店家来共同参与，包括茶、糕饼、布庄、纸艺以及木架等产业。其实我们台南的生活跟历史，其实都是构筑在这一些传统的生活里面的产业。那这次很高兴有这5家老店一起来参加。那其实我们尤其是在图书馆这样的场域我们让民众知道阅读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是书本上面的这样子的知识。展览现场透过相片、文物以及文创品等，将百年老店的故事、人文情感一一展现。每一件作品的背后，拢是传达台南在地文化，拢是有着传统技术以及知识的传承。这个16岁在台南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家庭就是有外婆要来做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所以说你家如果有3、4个小孩，就是有老大，这个男生还是女生，老二这个男生还是女生，就2个，可以做这个16岁。当然你要拜拜也可以，但是就是没有那么隆重了哦。这届我等一件是咱中规啊，中规啊，伊我内底是用纸塑成的。巴肚啦，甲这甲春节拢是用巴肚用报纸落去塑形，外口有穿布，伊个头是会当褪起来，所以我这件是上久的。透过展览，让大家用不同的角度了解台南在地老店，同时伫迎接台南400年进程来行销台南这座城市。展览展出到3月19号，欢迎大家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近年来积极打造台南成为观光的胜地。台南大园皇冠假日酒店为了补足将近2成的人力需求，2号上午主办联合的精彩活动，邀请长期合作的6间大专院校，由着老师带领学生，透过饭店的实地参访，提前认识企业的文化加工作环境。活动一开始，邀请调酒冠军梁家人。带来精彩的花式调酒，有着饭店业者邀请市府乐工局长、加观光旅游局代理局长共同主持开幕式。就是加入我们。酒店从开业以来，其实就跟各所学校有很密切的这个合作，也想要就此建立毕业及就业无缝接轨的这个管道。那一直也希望说，透过让学生在校的时候就可以透过来酒店参访，实际的去了解到之后实习跟就业的这个场所的这个环境。那也希望学生能够在校期间就能够为未来做更好的准备。会中市府乐工局长王新之加观光旅游局代理局长林国华表示。看到业者主办联合的精彩，相当的欢喜。尤其台南的观光，在这几年来逆势成长，一档游客人数超过1200万人次，而且失业率对108年来连续4档拢是6度上加。毕业即就业，从这里开始，我觉得蛮好棒的一个主轴。当然，尤其今天又在我们的饭店里面的实际的场地来办理这样的一个征才活动，当有意愿进入这样的一个旅游业的部分的来应征的好伙伴，能够事实上看到，如果我真的从这里开始加入这个行列里面，看到我的工作环境是这么的棒。我们来台南的这个今年过年就到达1250万人哦，那228是最接近的。
228的4天连假，我们就有将近125万的人的这个游客来台南旅游观光。那这些人数的数字呢，代表什么？代表台南的这个未来的观光的这个发展是蓬勃向上的这个方向哦。这场比业就是就业的精彩活动，饭店业者提供50名的工作机会，这块对餐厅的服务员、厨师、房务员、柜台到高阶业务主管拢有。另外，还佫邀请20间的科技甲传统产业公司加入精彩的活动，总共提供1000个工作机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精神医学部的部长林建和表示，过去被称作精神分裂的思觉失调症，其实是一种大脑当中多巴胺失调的慢性疾病。朋友虽然会产生幻听或者是幻觉，但只要良早的治疗、规律来用药，还是会当维持原有的认知甲生活功能。对此，基美病院甲卫生局来合作，共同走访思觉失调的社区个案，希望透过病院甲卫生局的照护，协助个案会用的回归家庭甲社区，互民众会用的安心。思觉失调症其实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那在我们出院之后，其实有一些状况其实一直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哦。那包括就是一些病人就医上的困难，还有家属照顾上的困难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计划呢，是刚好是因为健保局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可以让这个治疗部分可以延续下去。那我们希望是社区当中有一些精神疾病人，不会因为说害怕自己，不知道。害怕自己的一个疾病，或者是说家人不知道怎么样求助哈，就没有办法得到就医了哈。那我们希望是，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方案可以帮助这样的个案，我们只是希望你们能够站出来，及时的就医，让这些个案我们就会做更好的服务。病人总是需要回到社区嘛，因为他的家就在社区里头。那回到家之后，其实担心的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吃药了。在医院当然吃药都没有问题，因为医疗人员的协助都可以吃药跟打针。但是回到家之后，往往那个最重要的照顾者就是家属，好爸爸妈妈。但是我们现在有个社会现象就是双老、独老，很多独居的好的病人也会老。然后我们很多病人都40、50岁，他的家人可能都是70、80岁，甚至更老了，其实也很难有能力好好照顾他们。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有成立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我们有所谓的心理卫生社工、关怀访视员，还有我们卫生所有公卫护理师，就是要来在社区里面定期的去关心。好，然后追踪陪伴他们去就医，然后叮咛他们服药。好，那如果说有一些症状的改变，我们可以提早的把他们就是说带到医院，跟医师做一些讨论，调整药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持他们在社区稳定的一个医疗，不要让疾病持续的复发。这项病院跟卫生局的合作，共访思觉失调社区的个案，对去年8月到现在，总共执行将近100处的访视。医师表示，思觉失调的朋友，如果中断用药，或者是无稳定接受治疗，和法律是稳定治疗者的5倍。因此，针对个案伫出院后3到6个月个案追踪加访视的照护，就真重要。计划是要解决思觉失调症病人出院的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能出院，第二个问题是不敢出院，第3个问题是不愿意出院。那么我们在这个健保局补助的论职给付的方案底下，我们聘了个管师，那么我们的医师跟个管师，那么会到这个社区，到病人的家中去访视他，提供支持，提供诊疗。那同时呢，卫生局那么它也有很多的社工、关怀员也会一起协同来努力，构成一个绵密的关怀支持的网络，让病人在家里头不孤单，能够顺利的来接受治疗，在家顺利的生活。这项的合作包括卫生局长苏世斌、甲基美医学中心的院长林鸿龙，嘛拢到场表示支持，希望透过多元的管道，协助思觉失调的朋友，会用个中心融入社区，袂阁再被污名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新北地检署前年发动3波收手行动，逮捕台湾安博公司黄姓负责人等人，原因是黄贤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核发的 WiFi 射频审验执照，谎称非法安博盒子一切合法。事实上，却盗取并重置国内外72家电视台频道讯号，上传境外伺服器后，提供购买安博盒子并下载特定 APP 的民众收看。政大教授郑志荣认为，透过安博盒子看第4台却不用付费，就是海盗行为。我们在看那所谓的安博盒子，啊，或者说透过其他的那一些盒子来接收这样的讯号，不交钱，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海盗的行为，它是一个侵权的一个行为。郑志荣进一步解释，民众收看第4台缴交的费用是给在地的有线电视公司，也就是系统业者，费用部分回馈给制造内容的电视台，就跟到便利商店购买泡面的道理相同。你到 Seven 去买一包泡面 ，Seven 买到的泡面不是 Seven 做的，是可能其他的厂商他们做的泡面，其他厂商做的泡面呢，交给 Seven 来卖给你，但是你钱是交给 Seven 再把钱呢转给那一家厂商，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台湾的电视产业的现况啊。郑志荣对于非法安博盒子不断壮大感到忧心忡忡。郑志荣表示，订户减少，系统商没有赚到合理利润，就没有办法回馈给制造生产内容的频道，对电视产业伤害极大。未来打开电视可能都是国外讯息，这对国家发展及国民素养的养成会有很大伤害。电视产业呢，如果没落之后呢，我们以后从电视上看到的都是一些国外的讯息。那我们知道电视的内容事实上会培养我们的价值观啊，跟一些甚至一些文化的认同啊。所以当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电视的时候呢，事实上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对国民的一个知识素养的养成，都会有很大的伤害。文化教授庄伯仲则认为，宣导跟查禁要双管齐下，才能让不法行为受到遏止。因为部分民众不知道安博盒子是非法侵权的，查禁则要做到断金流、断讯号及断广告的3段。所谓的断金流，就是让这些不法业者他无法收到这些透过不法行为而带来利润，包含上下游的产业。那断讯号呢？当我们知道使用者会透过比如说中华电信讯号来收看这些不法侵权影视的时候呢，就应该予以这个断讯。好，那再来就是断广告，我们不能让这些侵权影视行为的设备跟服务的广告在入口网站还有各大新闻网站上出现。那这3者必须持续进行，才有可能搭配广泛宣导，收到最初步的效果。庄伯仲呼吁，全台影视商业不分上下游都应该团结起来，一方面跟政府持续沟通，甚或对政府施加压力。对于非法安博盒子，应该要加强取缔力道，系统商与频道商也要广为宣导，教育民众。影视产业应该上下一心，同心协力，跟政府游说，甚至施压，必须展开明确而且具体的取缔行动。另外一方面呢，必须搭配广泛的宣导，让大家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这样才可能有成功的一天。类似安博盒子这样盗取并重置国内外频道讯号的违法机上盒，近年不断出现。业者以线上教学影片教导民众如何违法使用，试图规避检警查缉，共同形成侵权上下游产业链，伤害台湾维护智慧财产权的国际声誉，也让台湾影视产业面临危机。政府应该拿出魄力，保障合法的影视业者。记者林志清桃园采访报道。虽然这个单位只有2坪空间，不过伊的牛肉、猪肉料理，尤其是红烧的，竟是因的热销招牌。每一天下晡用天然蔬果控到加工卖，不止入味，也保持新鲜 Q 度，加上环境卫生整洁，大家食好到小报，吸引一消费者捧场。东西是真材实料环境也蛮卫生，蛮有东西都是干干净净的，看起来让人这吃的就很想再继续吃这样子。对对对，它已经晋级到5颗星，是我们台南我们市场的那个魔幻了。对对对，想要再晋级的话，可能还要再找另外的。
为提升形象甲品牌，该店对新华来到东菜市转型第5档的用心经营，已经摕下经济部乐活5星单位的肯定。除了基本的环境，嘛需要通过来源检验甲营养标示等科学，相当不简单。应该是我的东西就是比别人多用心，对。然后对于食材的挑选跟安全的那个认证，我都很注意，对啊，所以才能获得青睐。推荐2大出去参加这个管评比，5星名摊的评比，但是咱无，阮2大其中1大就已经通过这个专家甲一寡这学者肯定，也通过这个5星，因为本身嘛是因为了这个丰泽牛肉为本身人的努力。人也有用心咧经营，所以伊会当得到5星，只是无意外。因为我就甲讲一定会过5星，因为人实在真正有咧努力。目前丰泽已经提起幕后，交予第2代后生来经营，嘛希望借重伊的语言天分来推广观光，用5星级的评价来带动传统市场发展。因为我们是台南市第1摊5星，那我希望说可以带动整个台南市的市场，对啊，可以就是，变成就是观光，或者是说客群可以再年轻一点，对，希望他们就是会喜欢，然后来这边采买，对。2档前对4星到通过疫情的考验，今年进步摕下5星，嘛为家己写下市场单位改造优化见证。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新老病院中医科医师赵嘉怡表示，中医的延缓老化方式有真侪种，其中常常利用的有中药加美颜针灸。传统的中药内治是对整体观点出发，利用中药来补充人体气血。近年来嘛有美颜针灸，透过肌肉的放松，达到筋膜拉提的效果。我们一般的美颜针灸，它主要是针对脸部的经络，还有那个 SMAS 层去调整，所以它其实是主要它用刺激以后，让本身自己的循环变好以后，然后所以它可以帮助自己的那个有一些筋膜啊，或是韧带，帮助它本身自己去修复，所以它其实达到一些就是自己可以恢复年轻弹性的效果。这样，因为大家就是比较会害怕一些，就像那个整形以后或者是医美有一些的副作用，那其实很多就是在做医美的风险其实也是蛮高，所以他们会相对用这种比较安全而且比较没有疼痛的方式去做。那一般来讲，其实病人他们一次大概可能要连续做个10个疗程，10次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是比较稳定的话，再看年龄层，像20到30岁的人，大概1个月到2个月再回来保养一次就好了。可是如果年纪越大的话，可能就要密集一点点这样子。医师表示，美颜针灸的原理主要是强化表浅肌肉腱膜的系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表浅肌肉腱膜层会渐渐失去弹性，面部的肌肤组织胶原蛋白嘛会渐渐流失。透过表浅肌肉腱膜的强化，会用个疏通经络，加强气血循环，具有类整形，进一步调整松弛的面部肌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